上帝啊，你的路是圣者，有啥物生命大亲像上帝？你是行奇事的上帝，你捌伫百姓的中间显明你的权能，你捌用你的手赎回你的百姓，就是雅各甲约瑟的子孙。咱做伙起立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66首，万面三甲自真欢喜，请咱起立来吟。请咱做伙下头来祈祷。至权至尊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也互阮有福分伫双林教会诚侪一家人，阮伫遮做伙，伫遮欢喜、学乐、敬拜，上次也伫遮做伙服侍。阮感谢你极大的听，伫互阮集体中间。搁较用扶持来帮助每一个的需要。阮要学到你极其伟大的创造甲业力，互正受造的面拢着降服伫你的掌权下面。感谢你伫万人的中间，拣选阮诚侪你的儿女，互阮有福分来领受对你遐来的恩典甲智慧。感谢你，搁保守阮经过一礼拜久，当伫即个圣的主日，阮搁一遍组织伫你的圣所来敬拜。愿大圣求圣神感灵运行伫逐角落来充满阮，光照阮的心灵，互阮存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求你赦免阮因为所犯的过失，感谢主耶稣也为着阮的罪受钉伫十字架顶，诚做阮永远的救赎。伫即个快速变迁的世代，价值观的选择常常伫改变，来影响阮的心思意念。有时阮也会迷失，单单来想家己的需求。无省察家己的行为，求主怜悯帮助阮伫圣神的引带内面，互阮有智慧来分别是非，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主相同行。感谢上帝，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互双林教会逐项教业。今日阮也要伫这个所在举行年度的会员好会，求上帝保守，互这个会会当进行顺利来完成。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社会公义的需要，谦卑来祈祷，求上帝赐智慧甲能力，伫达得肯定的代志，阮甲因做伙欢喜，受苦难的所在。阮甲伊做伙流目屎，当伫几日前，复兴航空飞机的失事，造成遮尔大的苦难。阮毋知为虾米会安尼，阮只有恳求上帝安慰，
医治伫遮个受苦的家庭。伫阮的基地中间，也检采有欢喜的事，也求上帝继续赐福因。也有人生活拄着艰苦心的代志，求上帝也安慰因，藉着因的祈祷来成就一切，互因无孤单。也有人拄着辛苦病痛，求主你医治，帮助因有信心来倚靠你，早日恢复健康。也检查有人灵心倒退的，求主来光照因的心灵，互因有勇气继续跑走头前的路站。今仔日伫礼拜中，要来传讲信息的新牧师，求上帝赐能力予伊，对你领受真理的话来激励阮，也互讲甲听的拢得到利益。阮知阮的祈祷也是无够完全，只是阮要做伙出声，用主教导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叫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经文33篇，恁究竟要将一嘴比评上帝？恁夜目看顶面，照笑目带遐个万军出来，因为伊的大权能、大气力。雅各啊！你啥事讲？我的道路毋捌伫耶和华。你敢袂知吗？你敢袂听见吗？伊无恶也无善，也善的伊予伊能力。少年人也会赢会胜，勇壮的人也会跋倒。伊要亲像鹰鸟，天势飞悬。圣诗276首，诗曲我欠名主，请咱做伙起立来吟。请坐。圣经第4篇40篇，第1节到第5节，第2位，第9节到11节，
40篇第1节，我捌吞忍听候耶和华，伊压落我，听我的求救。伊对通行的陷阱，对土脉中牵我起来，互我的脚徛伫石盘顶，互我的骹步在我。伊互我的喙唱新的歌，就是俄罗阮的上帝。侪人要看见来敬畏，也要倚靠耶和华。第4节，独独倚靠耶和华，无插遐个骄傲，以及偏袒虚假人，即号人有福气。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以及你对阮所存的念头真济，袂会对你排列。我若要提起来讲，迄个少爷算袂了。第2位圣经第9节，我伫大聚会中间宣传公义的好消息，我无要停止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的，我袂捌将你的公义看捌伫我的心内。我已经排列你的信息，甲你的救恩。我对大聚会袂捌隐藏你的慈爱甲诚实。耶和华，求你毋通对我停止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甲诚实常常保护我。即阵，咱要请圣歌队来唱俄罗的歌，我主在叫讲。我
愿一切恶乐的声拢归荣光给上帝。今早起，新牧师要互咱的信息是无通三比的上帝，请咱恭敬来领受。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领受上帝信息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恩典满满的主上帝，愿感谢你，愿会当搁一遍来到伫你的面前，寻求对你来的恩典甲帮助。特别，愿看见伫即个世间，或者是伫阮徛起的台湾所发生侪项互人惊吓的代志。特别伫顶礼拜的复兴航空的空难的事件，也互阮着惊，互阮艰苦，也互阮毋甘。总是阮有缘要来到伫你的面前，通过你的话语，互阮的心得到平静，互阮搁一遍对你得到快乐。也求你的话语进入伫阮的心内，也互阮的目睭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拍开，来看见主你是独一真的上帝，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助。愿咱的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基督徒甲所敬拜的上帝的关系是真有意思，意思是讲，咱信徒对伫上帝的表达，咱常常是非常的直接，甲带有感情。有时阵，亲像是对家己真亲密的朋友或者是厝内人一样。这一点，甲其他的宗教是非常无共款。举例来讲，一般人伊袂对因的神明讲，有啥物人亲像你安尼，这是非常不敬。甚至伫咱的生活顶面，咱嘛只有对伫咱真熟悉的人，你才会讲有啥物人亲像你安尼。总是伫圣经的内面，咱会看到即款的表达的方式。而即款的话是用伫对上帝的阿乐甲上赞。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节，我是用现代中文以及现代台语来看。咱会当看伫诗篇40篇第5节，遮讲：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啥人会当甲你比？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多，要讲嘛讲袂了。这首诗上头前伫原文是表示讲，这是大卫所写的诗。咱知大卫伫伊一生的年日有坎坎坷坷，特别咱知伊常常拄着有人在甲伊追杀。当伊做国王进前，互扫罗王追杀；当伊做国王了，阁是互伊家己的后生押沙龙在追杀。毋知咱捌去互追杀的经验过无？我相信是无啦吼，差不多是无真少啦。啊，若无你可能嘛袂伫遮啊。检猜最面盲的吼，但是现实顶面，我看真少人亲像大卫安尼吼。遮尔可怜，所以伊常常伫危险、伫惊吓的中间。当然，咱嘛毋知大卫写即首诗篇40篇的时阵是伫啥物款的境况，总是咱会当看到，伫遐伊也表达出伊得到上帝的保守甲帮助。所以伊伫即首诗的内面，伊真正对伊的心底来发出对上帝的阿乐。甲上赞，伊讲：啥物人会当甲你相比咧？事实上，亲像即款的表达，有啥物人亲像你？啥物人甲你相比？伫圣经的中间也常常拢看会到，亲像出来记记15章，伫遐记载，这以色列人因经过上帝对埃及降落10个灾了后，最后法老王逼迫牛波同意，或者以色列人因会当离开埃及。
当这以色列人因真正离开埃及，总是行到伫红海的边啊。这个时阵，法老王伊就后悔，伊就心硬，伊就派兵要来去对杀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头前是红海，后壁有追兵，因要怎样呢？总是上帝通过摩西行这个神迹，互红海伫因的头前就分做两边，因就会当行这个涂骹的地，经过红海，到伫对岸。这个法老的军兵也要对伫因的骹步，要甲因追赶的时阵，红海就伫以色列人因的后壁就合起来。这个法老的军队就伫迄个时阵，拢互水来淹灭去。以色列人因看到遮尔大的神迹，因的性命得到解救，因嘛会当真正脱离法老王的官兵，因就伫遐来阿罗上帝，因讲：上主啊，伫遮的神中间有亲像你的吗？有啥物人亲像你？神圣威严，啥物人亲像你行遮的神迹？啥物人亲像你？咱看这是一个问句，一个好亲像是一个在问的一句话，总是这是咱叫做虚问实答。虽然是在问，但是事实上伊也是在回答。伊在讲一个毋免特别说明，但是你就当知影的一个真理。答案是啥物？当然就是无有一位神亲像上帝一样。所以当圣经的作者，即信仰前辈，因伫遐咧告别讲，啥物人亲像你的时阵，也是咧宣告，除了上帝以外，无有别个真的神，无有其他的力量会当来帮助因，只有这位就是上帝。伫遮咱会当想到。其实伫旧约有一位先知，伊的名拄啊好，就是啥物人亲像你，毋知咱知影无？那讲到的有奖品。这个先知叫做米迦，米迦，伊的名意思真正就是啥物人亲像你。伊是伫主前第8世纪伫以色列做先知。这个时阵，以色列民族因面对北边一个真强、佮真残忍的敌人亚述帝国的威胁。这个米迦伊伫伊所写的预言伫第7章第18节到20节，伊遮安尼讲：上帝啊，之最亲像你，是赦免罪过、宽赦伊所剩的百姓的过失的。伊无永远放上去，因为伊欢喜怜悯。你要照古早所对阮的列祖咒詛的，是诚实伫雅各，行阻碍伫亚伯拉罕。伊伫遮讲，啥物人亲像你？所以咱遮知影，对伫上帝的百姓来讲，毋管是啥物人亲像你，已经无有神甲你相比，拢是共款。信仰个别，就是对伫上帝大的困难的懊恼，佮相信只有上帝会当提供因拯救佮帮助。过来，这个信仰个别上时也在讲一项代志，就是在提醒上帝，甲上帝讲：上帝啊，既然你是真的神，过来你嘛有不变的疼佮阻碍。这是你对你百姓的应允，所以这个应允是伫这个先祖的约的中间，甲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你就爱帮助阮。咱用拄则所看米迦书第7章18节到20节来看，是安怎伫遮爱特别提到着讲？你要照古早对阮的列祖咒詛的，是诚实伫雅各，行阻碍伫亚伯拉罕。因为上帝捌甲亚伯拉罕来立约，要赏赐福气互伊，佮伊会行顺。
所以上帝既然是信实的，佮有不变的疼，所以当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因拄着困难的时阵，上帝你就要照着你所应允的来甲阮帮助，因为无有其他的神会当甲你相比拼。这个应允对咱有啥物意义呢？当然有，因为咱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咱也真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咱也承接这个应允甲这个祝福。所以上帝有愿要帮助咱，要拯救咱。总是咱嘛爱家己来反省。对伫咱来讲，上帝是虾米款的神呢？咱是毋是会当共款伫遐宣告讲，无有其他的神通甲你来相比拼？或者是对伫有的基督徒来讲，上帝只是真济神其中的一位，那定加拜加保庇，安尼尔是安尼吗？事实上，上帝伫咱生命内底，伊甲咱生命的关系是原本就存在，因为伊伫创世以来，伊就拣选咱，伊就认捌咱，所以今仔日，毋管咱是毋是有意识着讲啊，我着爱拜即个上帝，将伊当作第一位，或者是咱有承认上帝拢听咱，上帝甲咱的关系有缘永远着存在。即个关系就亲像父母对伫囝儿共款，即款的关系是袂当讲啊，切断爸囝亲子关系，就会当来切断，袂当，因为迄款血缘生命的关系永远拢伫地。上帝也亲像咱的父母共款，父母拢是戆戆想要对囝儿好，想要疼伊的囝儿，所以上帝嘛希望世间人会当甲伊恢复即款真好生命的关系。所以上帝，咱会当讲，伊也是通过圣经的作者伫遮伫甲咱讲，伫甲咱提醒。无有其他的神会当甲伊来相比拼，无有其他的神比上帝搁较疼咱，搁愿意来帮助咱。真可惜，咱伫圣经，咱对以色列人的历史咱看见，这以色列人常常是爱等到因真正拄着困难艰苦的时，因才会当来呼求上帝。毋管是伫即个出埃及。毋管是伫士师的时期，甚至到伫亡国的时期，到伫因互巴比伦灭亡的时，常常每一遍拢是当伊拄着悲惨的命运的时，因才会活转来追求上帝。咱是毋是嘛是安尼咧？当然，咱会当来教会做礼拜，这是真好。总是咱嘛毋是。就抓准安尼，就已经够额。咱嘛看见，侪基督徒拢是拄着困难的时阵，才想讲啊，我着爱好好啊拍拼来祈祷；啊是拄着艰苦，啊是要甲上帝求的时，才想讲啊，我爱好好啊来读圣经，因为对上帝的认捌无够，或者是惊伊讲啊，上帝是毋是因为我无够爱伊，所以伊来处罚我？事实上，咱也毋免听候到伫迄个时阵，因为上帝伊期待咱伫平常时就会当来亲近伊，咱就会当来到伫伊的面前来领受伊已经准备好要互咱的福气。最近有一出电影非常推荐咱会当来去看，这出电影叫做《永不屈服》。这是根据真的人真正的故事来改编的电影。事实上，伫电影还未出之前，就已经有册啊，就是在讲起这个人的故事。其实伊的故事实在是非常值得咱来去看，来去感动。这个故事的主角路易，伊是出世伫1907年伫美国。伊自细汉就有走烧热的天分，
伊嘛伫走小节嘅中间得到真大嘅成就。伫1936年嘅时阵，伊有机会到伫德国嘅柏林去参加即个奥运嘅比赛。伫迄个时阵，伊嘛有得到真好嘅成绩。当然，因为伊可能还阁较少年吼，训练还阁无够。但是伫迄个时阵，大家就想讲哦，过来后一遍，伊若阁参加，的确会得到金牌吼，检采几啊面嘅金牌。甚至伫迄个时阵，伊嘛得到即个希特勒甲接见。因为希特勒迄个时阵，当然还未表现出伊即个邪恶嘅本性。伊竟然会对即个外国的一个运动选手来表示鼓励甲尊敬。总是咱知后来即个欧洲就进入第2次世界大战。即个本来要伫即个1940年伫东京举行的奥运，嘛因为战争的关系就停止因为迄个时阵日本人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路易嘛，因为安尼伊就去互人去互国家征调，去做兵。咱知影伫1941年12月7日发生一项真重要的事件，就是即个日本去攻击珍珠港。嘛，因为安尼就开始即个太平洋的战争。即个路易就被派到伫即个航空队伫遐。坐即个轰炸机要去攻击即个日本伫太平洋遮真济诶小岛诶即个基地。伫一边诶任务诶中间，即个路易因诶飞行机就摔落来在海底。总是上帝保守伊诶性命，互伊迄个时阵还阁活地。总是。因嘛伫海底诶中间，伫遐拢无人来救因为伫即个大海中间要发现因实在是真困难，所以因就伫海面伫遐经过47天这是真无容易诶代志因为一般人检采着已经打死啊，也是咬死啊，也是讲拄着鲨鱼去互鲨鱼咬死。后来是即个日本诶船发现因。甲因救起来了后，但是因无因为安尼就较好势反倒等因就成做啥物战俘去互日本人送去到伫集中营伫遐会当讲过即款暗无天日敢若地狱一般的生活因为日本人对遮个敌人是非常的残忍定定互拍。定定互人侮辱，甚至嘛食袂饱，困袂好势。特别是即个路易，伊的即个命运是更较悲惨。是安怎？因为日本人知影伊就是即个奥运的选手，要利用伊的知名度，希望即个路易会当甲因合作，然后会当替因来做宣传。所以有一届，即个。因甚至特别派一个真变态的一个日本兵特别在修理即个路易。即个路易真正是真艰苦想讲毋知是毋是会当继续活落有时阵想讲若死伫遮就准煞。有一届即个日本人真特别互伊食好饱穿去的衫了后，送伊到伫市区伫遐一个即个广播站伫遐，伊放送伊本来想讲是毋是伊会当伫遮伊的即个同胞来讲出伊活地的消息。原来毋是是日本人伊伫遐，咱讲即个心战喊话替因放送叫遮美国人毋通甲日本人相战总是即个路易伊就拒绝啦伊知影讲伊袂当做即款的代志，所以伊也真有志气，伊就搁再转去即个集中营，继续伫遐过迄个艰苦的日子。后来咱知影好佳在即个日本战败路易抑阁有命
伊阁会当返去伊的家乡。总是迄个时阵真济伫迄个政府营的人，嘛是过身，或者是因的健康拢无好。路易是好家在伊还阁会当安尼平安返去。伊嘛是真好运伫伊的家乡拄着一个查某囡仔，真欣赏伊，嘛真爱伊，嘛真水，就结婚。想讲了后会当过真正常真幸福的生活，但是事实上毋是遐尼顺遂。头一项伊本来想讲伊要继续搁走小日，伊要参加1948年的奥运，会当搁摕到金牌。伊嘛真认真在练习，总是到一个时阵，伊才发现原来伊的骹伫迄个集中营的时，去互拍甲受伤去。所以伊就只好放弃做运动员。伊嘛想要做生理，因为伊迄个时阵有领一寡政府予伊的钱，伊想讲要用这钱来做生理，总是伊的钱去互骗去，伊的钱为投资嘛失败。事实上，伊做生理的动机是希望讲，我要做一个成功的生理人，然后我要返去日本，去互遐个日本人看讲，恁迄阵一直想要害死的人，但即马活了真好，用即款报复的心态但是因为伊的生理失败，伊嘛无法度返去日本去实现伊即款的想法。搁较恐怖，就是讲伫伊迄个时阵，伊得到即个叫做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咱即马拢较知影讲，这是一个什么款的病症，是心理甲精神方面的问题因为亲像即届复兴航空的空难亲像每一遍的灾害，也是有人受伤拢会听到即款的名词就是这个人因常常会回想到迄个时阵的情景，检查会含面，检查会无法度真正常甲人做阵。特别即个路易嘛非常的严重，所以伊常常伫伊困眠的中间，着含面，着拍着惊，着精神，甚至有一届伊梦到迄个伫集中营甲伊欺负真忝的迄个日本兵，伊好亲像用手甲电的颔棍要甲电死共款。事实上，迄个时阵伊是电着因太太的颔棍，含面做面梦，着搁拍着惊，搁精神所以伊的生活，咱台语讲可能是扣角一个人已经无效无法度恢复正常的人的款式。总是上帝无有放弃伊。伫1949年，就是过无偌久迄一年，伫9月到10月，一个格里汉咱知影格里汉牧师真出名，嘛是上帝大使用的一个布道家，来到伫洛杉矶伫遐来举行布道会。即个路易伊的太太嘛是伫朋友的邀请就去听即个布道会。伊的太太听了非常的欢喜，嘛真感动。伊转来，伊就要求路易，你嘛爱去听即个布道会。即个路易实在是真无想要去，伊就讲好，我敢若会当去一遍就好，你毋通阁叫我去第二遍。伊去第一遍的时阵，路易虽然听到格里汉伫台顶在讲起上帝听，但是即个路易心内阁较生气。伊想着讲，既然上帝若是听，是安怎会互伊拄着遮个艰苦？是安怎互伊的生活拄着遮尔大的困难？表示讲，伊对上帝的心内也有真侪的埋怨。所以伊第一天了转去，伊就真生气，犹原继续做恶梦。第二天，伊的太太佫要求讲，拜托你一定爱去，佫一届就好，佫一届就好。路易就勉强答应，但是伊讲
决志的时阵，我就要走。吼，路易真正就伫遐吼听格里汉在讲起上帝是安怎无要互咱看到伊，因为上帝爱咱对伊有信心，真正爱有通过安尼，上帝才知影什么人是对伊有信心的人。即个路易有听，但是无法度接受，嘛无法度明白。听候到格里汉，搁要邀请大家来决志的时阵，要呼调的时阵，即个路易，伊真正伊就徛起身，伊就要往门口要行出去。格里汉就甲讲：，即个人你毋通搁继续行，上帝在叫你。即个时阵，路易伊骹步就停落来，忽然间有一个意念进入伫伊的头壳，伊想到，当迄阵伊伫海面在漂流的时，伊甲上帝讲：，你若救我，我就要服侍你一世人。即句话伊已经袂记哩啊！伫迄个时阵，忽然间，佮走转来伫伊的头壳内底，伊就想到上帝确实有救伊。伊嘛爱实现伊对上帝所讲的话，伊就乖乖啊，搁坐落来，伫遐格里汉牧师替伊来祈祷，伊的心就暂时得到平静。总是转去迄个时阵，伊犹原困袂去，伊就将圣经摕来读，伊就祈祷，伊就大声吼出来，因为迄个时阵。伊所有的情绪拢伫上帝面前爆发。伊知影讲，上帝保守伊的性命，互伊拄着遮的，总是上帝有缘，甲伊三甲伫地。伊就将所有的不满甲埋怨，拢交托互上帝。伫迄一暝，伊困了非常的好势，并且对迄天了后，伊也拢无搁再做眠梦，无搁再酣眠。伊就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当然，伊的家庭也恢复幸福。然后，伊就真做一个互上帝使用的人。伊就四过去演讲，去甲人分享伊生命的故事甲见证。甚至过当年1950年，伊就受邀请，真正伊就转去到伫日本迄个。集中营，伊互人关的所在。当即个集中营无美国人，拢是关遮的日本的战犯，因为麦克阿瑟伫遐，伫即个统治即个日本，然后遮个甲战争有关系的人，拢关伫集中营，伫听候审判。总是即个路易伫遐面对遐个早前捌欺负伊的人，当然有的人嘛是对伊真好吼。因为虽然伫战争有诶日本人有缘是有良心吼，会暗中会对因好，总是路易伫迄个时阵见着因一个一个甲因来握手，表示对因诶原谅。但是伊无看到迄个对伊上歹迄个人，伊嘛真就真犹豫吼，若是见着伊。是毋是真正会当来原谅伊？总是伊无见到迄个对伊真歹迄个人。有人讲迄个人已经自杀啦，已经死啊！毋管怎样，伫迄届伊就无拄着。后来有人讲，迄个人还阁活着。即个路易伊后来就伫即本册内面，伊就写一张批，互迄个本来伊真怨愤的迄个人，讲以前你对我无好，但是我知影这是战争的关系。当我已经信主耶稣啊，我原谅你。我希望你嘛会当信耶稣，互你的灵魂会当得到救。这就是伊安怎面对这个过去，会当行出这个怨愤，这个战争。阴影。后来伊活到伫2014年的7月，就是旧年，安尼活97岁。
啊，伊的人生真正伫迄个时阵就无共款吼。咱看伊照一张相片，伊伫耍迄个直排轮吼，伫耍迄个滑板吼。啊，伊嘛是一个真乐观吼，真开朗吼。啊，做真侪即个帮助人的代志吼。上帝互伊有长岁寿，上帝互伊有健康，互伊的人生伫伊悔改信主了后，拢无共款。上帝第一遍救伊的性命是伫海面，第二遍通过葛利汉牧师来拯救伊的灵魂，拯救伊的人生，佮使用伊诚侪和平的使者。咱看，这是上帝的作为，只有上帝伊才当来帮助人赢过去的怨恨，来诚侪新创造的人。当然，咱伫即个世间，咱有缘会拄着艰苦。咱会讲，今仔日毋是你信耶稣洗礼了后，你的人生就拢真顺遂，毋是。咱有时阵嘛会拄着遮个恶担当的代志，咱嘛真学得了解是安怎好人会拄着不幸的代志。即礼拜咱看到是安怎飞龙机会对天顶跌落来，造成遮个死伤，也互咱真着惊。咱看国际新闻，咱嘛无法度了解即个即嘛伫伊拉克、叙利亚、伊斯兰国，即个组织是安怎因会遮尔残忍，安尼杀害人的性命，甚至伫顶礼拜迄个日本的记者，伊是为着要去拯救伊的同胞，伊甘愿去到伫迄个所在，却是去互掠起来。佮伊也是基督徒，伫即中间真侪人拢在替伊祈祷。是安怎上帝会互遮个代志来发生，无有保守伊咧？真侪个问题，咱检测无法度用咱的理解来甲咱讲真正的答案，咱毋知影。总是咱知影一项代志，就是咱今仔日抑阁活着，若无咱就袂伫遮，敢毋是咧？上帝互咱活着，检测伫过去，伊已经保守咱侪项，只是咱毋知影啦定。咱常常会为着遐个上帝无帮助咱的，上帝允准伊发生的代志伫遐埋怨，但是咱减有为着遐个上帝已经替咱保守的来感谢上帝。总是上帝有缘无计较。上帝今仔日互咱也活着，就是互咱有机会，因为活着就是机会。上帝互咱有机会来悔改，互咱有机会来领受伊的恩典，互咱有机会伫众人的面前来做见证，互咱有机会来告别讲，上帝无其他的神亲像你。最后伫今仔日的圣经节第2段，大笔的诗篇40篇第9节到11节，伫遮诗人一再提起到，就伫聚会中间，要伫大会内底来宣讲上帝的慈爱。若是对咱来讲，就是咱会当聚集伫遮，伫礼拜中来敬拜，来学习上帝。特别咱今仔日早起的礼拜煞，还阁有定期会员好会，伫遐有报告有议案。对伫咱遮个信仰团体来讲，会员好会毋是例行公事，毋是逐年就是安尼形式安尼来举行，毋是，嘛毋是股东大会，毋是。咱是通过遮个报告，咱得回顾过去一年上帝带领甲帮助，咱会当伫遮用欢喜学乐的心来感谢上帝的慈爱。相时，咱也伫咱议案的中间，咱用信心来领受上帝应允，
甲稳定。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伫咱个人的生活、伫咱的生命、伫咱教会事工的顶面，搁较侪来经验上帝稳定甲慈爱。互咱真正拄到即个上帝，互咱是对心底来告别，无其他的神亲像你。互咱用欢喜的心来上帝唱新的歌，互咱来学到上帝，互人看见，互人也愿意安尼，甲咱共款来信靠上帝，互咱会学到诚侪一个好的见证。咱同心来祈祷。主，愿感谢你的恩典，疼痛伫阮的中间，因为你互阮诚侪你的囝儿，你也欢喜将逐项的好物赏赐互阮。你既然也为着阮，将你的独生圣囝赏赐互阮，你也就要将所有的好拢互阮。总是阮常常伫无知的中间，阮伫世界的迷惑的中间，阮无法度看见你所互阮搁较大的恩典，甚至阮也会对你来埋怨，也求你来赦免阮。你也互阮知，伫世间的顶面，无其他的神亲像你，因为你创造，因为你赏赐阮活命，因为你诚侪阮的天父。但也求你搁一遍来感动阮，提醒阮，阮伫阮的信仰的生活顶面，阮着爱将你放伫阮优先次序内面的头一位，因为无有其他的神会当甲你来相比拼，世间逐项物也无法度来比会着你，也求你来帮助阮。当阮有即款的心志，当阮有即款的决心的时，主你就接纳阮，你就欢喜阮。阮安尼祈祷是倚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圣诗460首，既然人有忧闷伤悲，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听，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上言510首，乌老天顶主宰，请咱起立来吟。但愿赏赐5万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权能得到满满的5万。各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
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之地，对即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下温受切劝。